为好补统计，这国小中年级有15.4%的人无定期看喙齿，国中以上有超过50%半年以上无检查喙齿。医生也要提醒讲，这自细汉就要建立喙齿保健的观念。 那我们当时也是带他，就是去把它拔掉，然后装了一个移动式的假牙，所以那个地方也必须要清理得更干净，不然可能会有很多就是菜渣或者是食物都卡在上面。查某囝仔因为意外低数爱倒假喙齿，做妈妈的廖小姐即马更加注意囡仔的喙腔健康。医师表示，儿童甲青少年的喙腔问题，大多数拢是因为卫生习惯不好，平常时就爱好好照顾，若无有可能变成气化发炎，到时阵有可能需要规排喙齿拢换做假的。对囡仔来讲，毋若食物件无方便，治疗嘛加足费气。除了龋齿问题以外呢，还有牙周病、牙龈发炎。那通常呢，问题的原因都是在于口腔卫生不佳所造成的。那也有在换牙的时期呢，会有一些牙齿排列不整齐，或是一些病毒感染的问题。 大人去袂阁再发，儿童齿科医学会推出儿少喙腔保健123的观念，提醒大家除了每半钟检查一摆喙齿，逐工洗喙2摆以外，平常时嘛爱加食蛋白质、菜色甲啉茶，随时照顾喙腔的健康。记者麦上英曾派文台北报道。